कागन और लोग चिंगठा तो जीप चिन्ह भाई उन चिंगठा तो तक कहानी चिंगठा बच्चा ने哦，查大别会了，就那边会，这边会这，铁街领汉长沙。家放屁，你还拿出去放屁啊？这不是闻了没？老树是够呛吧？啊！一个防暴救护局长，这些是管不了。明天我办一个家庭牧场，你按什么程序走？我问你，我就问你，按什么程序走？中粮集团建设这么大一个企业，你们按什么程序走的？我要看你们的手续。没有皮，那都有报批是。报批我要看你们的手续，网上可见吗？可以丢，可见吗？那就我打那。为什么不可见？一个小小的老百姓都不行往上建，大企业就不让建吗？我办一个家庭牧场，你们种种刁难，说1米以下全部防渗漏。我操，你们还真牛逼了就！我们家羊怎么天天尿哪吃哪你还管？猪随便尿，猪。Angnoto shoni artumo ta berak tas boe arbi berni chanas arab bena heri berni her bena hitin jo hitin meng打人的，就回来干的。手抖了，干啥？我去，来了，好好说，这不没动手呢？先打声我这又轰隆灌老打不低，轰不低，给他都是那个。从当这说来，那个上来说，黄马局的说话，你的手机呢？付多少钱？付多少钱？黄马局的说话，我这上这来咋的？没打明白吗？你是说话还不是过来了吗？这来我们听不着，让老百姓听着。你说按书记说话对吧？给我接出来对吧？按书记说，你书记拿来。书记，拿书记说话。我们老百姓是这，第一是眼睛，第二是鼻子，我们这是书记。你拿书记别糊弄老百姓。拖了几千了？拖了几千了你？办事了吗你？俺们就不多少钱，俺们就不多少钱，俺们就不多少钱。你听着，你说吧。这胡局长来了，这胡毛就胡局长说。合格，你说的合格。你说是合格不是吗？都反反合格。我们要合格的数据。我们可以上访，不得了的，可以进京。咱们啥问题都没有是吗？你自己说的，你忘了？好好录上。啊，你自己是不是说了？这不是好人吧？上次上访你接待了我们5个人，给我们的答复是异味和那个水仪电器监测，美国有吧？你们没有仪器，我们有合格的监测水，不是我给删的了，我给删的了，第一次也没录。我妈的，2十来我很生气嘛，删的了，还能继续没几个没进来。我应该让你说话。拿住了，删的了，这小水的朋友，咱们听人家的环节。他能搞多少500个钱500个钱500个他能搞多少钱来不多我姐，村长，这个给警察不打，点回来。뭔가 딸라이온 저걸 잡아나 버틀가 哎呀，这第一点，对吧？第一点，第二点，我上午给中粮集团，可以说我从当副区长的时候，这个企业我曾经下了很大的力量，多次到北京，
包括盐，认为是个最好的企业，既能把我们土地流转了，又能给我们1000多人打工，又能给我们有税收，对我们老百姓应该是有益的，符合产业政策。这时候当时我也参与这个一份子了，大家可能把这个事情都记到其他领导头上了，我参与了你这个企业。你忙老了多了。啊，我忙了，我参与了，这样大家可以翻译一下也行。我说我参与这个企业的引进了，他第一。啊，那行啊，可以。所以引进这个企业的时候，当时是全赤峰乃至内蒙古第一家引进的这么大的一个企业，确实是应该对我们土地流转、对我们整个财政收入、对我们就业等等方面是个很好的一个企业。我已经觉得可以。说。现在是讲完了啊！第3日上午的时候，我们把中粮总部的经理请了过来，我们非常强硬啊，最后达成承诺，1个月之内必须解决我们的气体和水的污染问题。这是第三个事情。第4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们1个月之内要向我们社会公布整个这一片区域的水的标准、检测标准、土壤的检测标准和气体的检测标准。第4，第5，如果这3项有任何一项不达标，我们有处理措施，不只是罚款，他这个现在的支出不能进，就不让他再往你投猪了，可以吧？因为这猪它大约有那么2、3个月的时间，得需要把它导出去。不可以。这个不，你看，先说，都说完了。也说个，这就是直至你把这轮猪没了，不让再进了，啊，这第4、第5个、第6个，所有的这不已经让它停了吗？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最顶格的环境保护及相关的规定严格达标，否则的话，这个企业就从蒙旗退出。保证着，我作为旗长，我虽然不会说蒙语，但是我是蒙古族。我们现在在座的可能以后也有的孩子子女也不会说蒙语的，对吧？但是我作为旗长，我必须得为这一帮老百姓负责，为我们的蓝天碧水负责。我曾经管过多年的工业，这周部长他们都知道，我一家污染企业都没引过，这可以这么说。但是中粮集团养猪，它是一个农牧业的一个项目，不是工业项目。当时，但现在蒙旗仍然这样欺负政府，只要我这一天保证的不让这样企业一个也不能入驻。入驻的时候我们清楚，这个你放心，大家可以录像录音，严格执行国家环保政策。最后，你们都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作为旗长，我还奉劝大家，咱们在合法范围之内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采取其他措施。我政府严格执法，公正执法。等到他企业必须的也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老百姓，我们自己老百姓，我们也要在一定范围之内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造成更大的后果。否则的话，不但对我们每个人有影响，对我们蒙旗经济社会发展都会有影响的。我们是对老百姓的诉求100%的要有回应，对老百姓的利益100%的要保护，对我们老百姓的一些行为，哪怕是稍微有点违法，我们100%的宽容，啊，都是我们老百姓，对吧？谁都有父母，都有兄弟姐妹，你们的诉求就是我们必须应该解决的。我方锐在蒙旗11年，我说过的事情肯定能办到了，不办到大家可以罢免我，可以吗？都有，这才污染大小，咱们污染最大，是吧？必须用数据说话，所以你没实话说话中。这件事是这样，内蒙古不让养牛羊，为什么养猪？抓去，冒称大分，中粮集团破坏产业，破坏敌人啥是这样？你就有理。我是养临时管畜牧行业的8粮集团也好，
那么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们信访案子到这以后，我们认真的按照步骤弄起来的。老百姓不，你让我老百姓不欢迎，老百姓不欢迎，你们就不查了，就让他们。主要是就这么过去了，那是最后地下水污染了，都死了。没用，说他没用，你应该做起这个责任。 Hayır. Göçen bulgulu kelvegin unur gatbet asodli. Junglang bulguli nik sarin daftar çıkçılın orçulki şadat. Kırba tokçagasan hıtırç. Çıkçılın orçul dirko bal. Göçen bulgulu kelvegi eşçin derine berimdat hıtı. Bulgulu kelven eşçin derine berimdat hıtı. Gagan karkat bis orada ko. Eşçin derine berimdat burgo balni. Kaha borol mu sinor bal kaha orada ko. Aytwara. Orada balni. Osone eşçin derine hamgalık topson. Hirimte orada beçan selkik begolgi varç. Nik sarin doktor. Jungdan kaha tijon urjuluk helvegin eşçinlerine agar mandılı. Katır doğru olmazsa. Uris çarat beçan selgat hiç urdungi iler niyetiz nigimin her selgatte usun. Nolay nik sarin doktor wala. Oruktu götü örç. Jungdan bulugin tijon urjuluk helvegin agar mandılı. Uris çare katır doğru olmazsa dola. Beçan tiro. Beçansın urdungi wala. Nigim iler niyetiz dola. Nigimin etti usun. Aglaja, endaga, turutardalar, Junglang bulgulin, yaksen hijwega, eşçin derine berligi, wasin dakadin, bas joy loon chorcha. 무흐루 조롱하다고 뭉근데 라뜨리하 일레스망하고 무미민 웃고서 못뜨을 마고 물어다 산드가다 옳거든 말나고 오